Hello， 大家好。咁今日呢條片咧就嚟到呢個加拿大公民申請嘅 Part 2啦。咁上條片咧就分享咗加拿大公民宣誓嘅成個流程啦。咁而我係當日咧都去埋申請呢個加拿大嘅護照。咁過咗半個月之後咧，我就成功收到呢本 passport 啦。咁今日呢條片咧都係好多人留言啦或者 DM 我嘅，就係成個申請嘅 timeline 啦。咁呢條片咧我就會由我提交申請啦，去到成功拎到護照咧，咁每一個 step 咧有啲重點咧都會略略咁樣講下嘅，所以成條片咧就可能比較長。如果大家淨係想睇 timeline 咧，就可以直接飛到最後邊。呢支可能大家都見過，就係嗰日加拿大公民宣誓派嘅旗幟。而今日佢就係我嘅演講棒。咁今日咧其實已經係4月中嘅時間啦，所以可能過段時間咧有啲申請嘅步驟啊，有啲費用等等都會有唔同。咁大家就記得按翻你實際嘅時候嗰個流程去操作啦。咁我為我呢個申請 Citizen 做嘅第一件事咧，就唔係填 form， 而係去影相。雖然其實你都可以一早填定嗰份 form 啦，但係我自己咧就寧願喺申請當日咧先一次過去填嘅。好，咁今日咧就係呢個8月10號，咁我哋啱啱咧就做完申請 Citizen 咧尾2嘅步驟，就係去影相啦。咁跟住咧就會攞到我哋一人一 set 嘅相啦。咁你去影證件相嘅時候咧，就記得同個攝影師講咧，係 for 呢個 Canadian Citizen 嘅申請嘅。咁同申請 PR 一樣啦。咁喺張相嘅後邊咧，都係要吸引啦，同埋需要攝影師嘅資料嘅。咁大家咧就記得唔好自己去影啦。咁之後咧就會去到最重要嘅一步，就係填申請表啦，同埋俾錢啦。咁喺呢度咧都可以略略講一講申請呢個加拿大公民嘅一啲要求啦。咁申請人咧係必須係年滿18歲或以上啦，同埋必須係永久居民。咁喺申請呢個加拿大公民嘅前5年入邊咧，咁你一定要喺加拿大住至少3年，而且至少有2年咧係 PR 嘅身份。咁喺移民局嘅網站上邊咧，其實都有一個 calculator 咧，係可以幫你自動計你合唔合資格啦。咁上邊都係填翻你一啲 visa 嘅資料，你幾時嚟到加拿大啊？幾時申請 PR？咁呢5年入邊你有冇去過旅行啊？等等。咁之後咧，佢個結果就會同你講，你係夠時間啦，定係仲差幾多日咁樣。咁另外申請人咧都要具備一定程度嘅英文啦，或者法文能力。咁另外就係申請人咧係必須冇任何犯罪嘅記錄，同埋咧對加拿大有一定程度嘅了解。咁即係大家講嘅入籍之前都會經歷嘅公民考試。好，咁如果你都符合啱啱講嘅要求咧，咁你就可以同埋合資格咧去申請呢個加拿大嘅公民啦。咁我哋而家咧就翻去填申請表嗰一日。今日係呢個8月11號星期一。咁今日咧我哋就要嚟做一個好隆重嘅儀式，就係終於要申請加拿大 Citizen 啦。其實3日後咧就係我哋嚟到加拿大啱啱好4年嘅日子，所以我啱啱再檢查多一次自己填嘅資料啦，跟住佢都 make sure 咧我係夠呢個申請嘅要求嘅時候咧，哇，嗰種感覺真係百感交集。好，咁我哋就事不宜遲。咁其實我啱啱咧就已經填晒啲資料啦。咁最後咧仲差俾錢呢一步。咁希望我啲資料填啱啦。不過呢條片應該都係真正成為咗 Citizen， 即係攞埋本護照先會出。所以如果大家見到呢條片嘅話咧，就證明我同大家講嘅嘢咧係冇問題嘅。好，咁如果你係要喺網上申請咧，就要開一個屬於自己嘅 account 啦。咁 total 咧就有1、2、3、4、5、6、7、8、9個 session 需要填嘅。咁其實都好簡單啦，大部分都係 yes no questions， 或者係要填翻一啲日期啊、地址等等。咁佢第一步咧就係填你啲個人資料啦，就係要你填翻 UCI 啦，你個名，跟住其實都係一啲 PR 卡嘅資料。咁第3步咧就係一啲你嘅個人信息啦。咁喺呢度咧就係要你 upload 一張咧 digital 嘅相。咁呢張相咧就係我前幾日去影嗰張啦，因為佢有幾個要求啦。咁其中一個咧就係一定要係 commercial 嘅 photographer 影嘅。咁跟住你 upload 完張相咧，佢下邊都要你填翻啲資料啦，例如係你喺邊度影啊等等。
同埋佢有一個要求啦，就係呢張相咧一定要係半年內影嘅。跟住去到第4步咧，就係有關你嘅國籍啦，同埋你有冇報稅等等。咁佢呢一步咧就係要求咧你要列晒咧最近5年咧你喺加拿大啦，或者係加拿大以外嘅地址。咁跟住第5樣咧就係 work and school， 咁都係填翻你啲僱主啦，或者你讀書嘅資料。咁同埋同 PR 一樣啦，就係中間咧係唔可以有 gap 嘅。咁就好似我哋當時喺香港過嚟就未有即時返工啦。咁呢啲時間咧你就寫 unemployment。跟住第6個咧都係一啲 yes no question 啦。咁跟住第7步咧就係 language 啦。咁如果之前有申請 PR， 即係你有考過 IELTS 啦或者師培嘅話咧，咁用翻嗰張 cert 咧就 OK， 咁就唔使擔心佢係咪過期。只要個成績咧係符合 citizen 申請嘅要求就得。咁去到最後第8個 step 咧，都係申請 citizen 咧最重要嘅一個 step， 就係咧你要符合咧留喺加拿大至少1095日呢個要求。咁喺呢個頁面咧，你就可以填晒你所有咧離開過加拿大嘅日子啦。咁佢就自己一個 system 咧會幫你計嘅，跟住佢喺呢1095日入邊咧，咁至少咧要有730日咧，你係用呢個 PR 嘅身份留喺加拿大嘅。如果你好似係攞 study permit 啦或者 work permit， 咁你喺加拿大嘅日子咧，淨係會計一半，咁最多咧都係計1年。好，咁好似我咁咧，我已經填晒所有嘅資料啦。咁最後咧，佢呢度咧有一個叫做 calculate my physical presence。咁撳入去咧，就係我啱啱講嘅，佢就會話 congratulations， 咁你咧就至少有1095日咧就留喺加拿大。跟住佢下邊咧都有 details 係同你講佢點樣計啦。其實大家見到我哋離開加拿大最多咧就係去咗美國。咁如果係好似我哋咁成日去即日來回，可能去瀑布啦或者係 Buffalo 咧，係唔會扣日子嘅，但最好咧都寫埋上去。咁大家見到其實我都攞咗個 buffer 啦。咁佢而家係話我 total 咧就係有1100日。咁我係遲咗5日先申請嘅。咁我就諗住即係5日就唔爭在啦，咁就留多少少 buffer， 好過佢到時話我唔夠時間。咁最後一步都係一啲聲明啦，同埋最後仲有一樣好重要嘅嘢，就係佢會問你咧，你想你個 certificate 咧係用 paper 定係 electronic？ 咁因為我想有張紙質嘅文件啦，所以我咧就係揀咗 paper 嘅。咁最後咧就係一啲 optional 嘅 documents 啦，例如你有啲文件想 prove 自己嘅，你想俾個職員一次過 review 咧，咁你就可以 upload 埋喺呢度。咁最後咧你就會見到左邊咧就有 tick，咁 tick 晒所有之後咧，咁上邊咧仲有最後一步就係呢個 paid fee。咁呢度咧就有一個價目表，好似去餐廳嗌嘢食咁，你要邊個就打個數目就 OK。咁我哋咧就係申請呢個 adults 嘅，咁我哋呢度咧就填個1，咁 total 咧就係649蚊7毫半。咁最後咧就係撳 submit。好，神聖嘅一刻。好，咁冇問題之後咧，我哋就再次去翻 review and sign 嗰度。好，咁就會見到咧，所有 step 咧都已經變晒咧綠色字 ready 嘅狀態啦。咁最後咧，我哋而家咧就可以撳 continue， 咁就睇下下步係咩。最後要簽名，搞掂。最後我哋翻嚟呢個 account 嘅主頁，咁就會見到有個 submit application 嘅掣。咁我諗撳完就應該完啦呢件事，勁快。撳完唔夠3秒鐘就收到 email 啦。咁呢度佢就有講個 step 啦。咁而家咧就係佢會開始咧就 process 我個 application。咁佢啱啱咧就已經 send 咗嗰個 confirmation email 俾我啦。跟住咧佢就會幫手 check 咧呢個申請係咪 complete 啦。咁如果係 complete 咧，佢就會 send 一個叫做 AOR 嘅嘢俾我。好，咁今日係呢個2025年嘅8月11號。咁今日就正式開始我呢個加拿大 citizen 嘅申請之旅。咁希望我呢條片都順利出到啦。好，咁以上咧就係填呢個加拿大公民申請嘅表格啦，同埋俾錢嘅成個流程啦。其實我覺得份表咧就唔算好難填，但係如果你係成日離開加拿大嘅話咧，咁我都建議最好咧就提前揾翻個 record 啦，或者你喺呢幾年咧都一路記低自己幾時去過旅行，咁到時填嘅時候咧都會填快啲啦，而且啲資料咧都會比較準確。
咁我自己咧係喺官方嗰個 calculator 計完我合資格申請之後嘅1個星期咧，我先去申請 Citizen 嘅，所以最後咧我就喺呢個2025年嘅8月11號咧就正式提交咗呢個加拿大公民嘅申請啦。咁之後咧就係一個漫長嘅等待，跟住某一日我忽然間就去 check 呢個 Citizen 嘅 waiting time 係要幾耐，跟住嗰陣個官網已經係寫要13個月，我嗰陣真係有啲嚇親，但其實都係嗰句啦，就係你申請咗之後咧係咩都做唔到，只可以等待。咁如是者啦，一切咁樣正常返工啊生活，咁過咗2個月之後咧，咁喺呢個2025年嘅10月14號咧，我就終於收到呢個 AOR 啦。咁收到 AOR 咧，就證明佢哋已經收到啦，並且處理緊你嘅申請。你等多幾日咧，就可以去申請一個叫做 tracker 嘅嘢，就係你登入之後咧，可以隨時喺網上咧 track 到你嘅申請情況。咁過多幾日啦，喺10月16號咧，我就已經可以成功咁樣 log in 到我個 tracker。咁我一打開咧，就見到我個 background check 咧係已經 complete 咗。咁除咗 background check 之外咧，咁個 tracker 上邊咧都會清楚 list 咗你有幾多個 checkpoint 咧係需要完成嘅。咁如果你全部變晒 complete 咧，即係全部變晒綠色咧，咁恭喜你，你呢個加拿大公民申請嘅生涯咧就已經圓滿咁樣結束咗。咁喺開完呢個 tracker 之後咧，其實你都係繼續等啦，因為一切所有嘢咧都係屬於被動嘅狀態，好似去考試啊、去宣誓等等，其實都係被動咁樣等通知。咁再過多2個月啦，喺呢個2025年嘅12月15號咧，我就終於收到呢個加拿大公民考試嘅 email 啦。但其實你收到 email 嗰陣咧，其實係未開始考試住嘅。咁喺 email 入邊咧，佢會有一個附件，咁入邊咧一開始就好清楚咁樣寫晒你個考試係幾多號開始啦，幾多號完咁樣。咁下邊咧仲有一啲注意嘅事項。咁至於我係點樣溫呢個考試嘅咧？有啲人好似係會俾錢嗰個好出名嘅 app 啦。就係瘋狂咁樣去做嗰啲題目，跟住就去考。但係我自己咧就冇去俾錢啦，同埋冇去 download 個 app 嘅。咁我就喺2個地方嗰度溫書嘅。咁第一咧就係喺 YouTube 上邊。咁 YouTube 咧我就睇過呢2條片啦。咁其中呢個414咧，我見到幾多人推薦。但我覺得最辛苦嘅係我睇晒成條片係需要2個半鐘。但係好老實講，佢呢414條問題咧，其實喺我最後考嗰份卷入邊咧，都唔係出現咗好多條。所以值唔值一睇咧，就睇下大家有幾多時間去溫書啦。咁除咗 YouTube 之外咧，我喺網上面咧都揾到個網咧，我覺得係幾有用嘅。咁就喺呢個 Richmond Library 度。咁條 link 咧，我就放喺下邊。咁佢上邊咧係真係寫住 Citizenship Practice Test，咁同考車一樣啦，都係瘋狂咁樣做題目記答案。咁有啲比較有趣嘅，例如係一啲原住民嘅故事啊，或者一啲戰爭，咁都會令我自己有興趣再去 search 下。咁佢呢個網咧係可以無限做嘅，你可以揀40條啦、80條啦、100幾條，一次過做都得。咁而我喺呢個 Richmond Library 出現我嘅題目咧，我覺得喺呢個 citizenship 入邊嗰個考試嘅出現次數咧，其實個出現率都幾高。咁我最後咧就喺考試 open 咗半個月之後咧，就喺呢個2026年嘅1月2號嘅凌晨，咁我就趁全屋啲人瞓晒覺，咁我心諗反正有3次機會，咁就不如試下去考。咁考試之前咧就記得擺定一張 ID 喺你隔離，因為考試開始之前咧，你係需要拎住張 ID 對住個鏡頭咧，去核對你嘅身份嘅，即係咁樣攞住，跟住佢會影張相咁。咁每次嘅加拿大公民考試咧就係由45分鐘啦，咁一共咧就係有20條題目嘅，咁你答啱15條以上咧就會當你合格，咁你一共咧就有3次機會。咁開始考試之後咧，你係必須全程開住你嗰個鏡頭嘅，咁你考嗰陣咧喺左下角呢個位咧係可以俾你睇到你自己個樣啦。咁你就千祈唔好離開嗰個鏡頭，因為佢哋會隨機影幾張相啦，就去 compare 下你有冇出貓啊，有冇同人傾偈嗰啲。同埋如果你真係決定咗去考試咧，就最好同你全屋嘅人講聲，就唔好忽然間去揾你啊，唔好出現喺個鏡頭度，或者唔好無啦啦講嘢。咁我最後呢個考試咧，好似大約用咗20分鐘左右就考完。咁啱啱都講過啦，因為 Richmond Library 個網嗰啲題目咧，
同我考嗰份卷咧係有啲相似嘅，甚至有啲題目咧係一模一樣。咁我最後第一次考試咧就考咗19分啦。咁我成績咧係你一撳完submit咧就會即刻通知你，但係咧佢就唔會同你講咧你係錯邊一條。咁係1月2號考完試之後咧，過多幾日，咁係1月6號咧 Tracker 嗰度咧已經將個考試咧就轉咗做 complete 啦。咁其實嚟到呢個時間點咧，你呢個加拿大公民嘅申請咧就已經成功咗一半，因為 background check 已經過咗啦，跟住最難最花時間嘅公民考試你都已經考完。咁之後嗰3個咧其實都係被動咁樣等，都係等佢哋再去 review 翻你啲資料，跟住去批你咁樣。但其實睇好多人嘅 timeline 咧，呢3個咧都係一次過會轉 complete 嘅，咁我自己都唔例外啦。其實比我想象中快，喺考完試唔使1個月啦。1月23號咧，我剩低呢3個咧都一次過咧就轉晒綠色啦，轉咗做 complete 啦。咁去到呢個時候咧，喺呢6個 checkpoint 入邊咧，就得翻最後一個未 complete，就係呢個加拿大嘅公民宣誓。咁再過多1個星期啦，喺2026年嘅1月29號咧，咁我個 tracker 上邊咧就終於 update 咗我個宣誓儀式咧係 in progress。咁再過多2日啦，我就已經喺個 tracker 上邊咧可以睇到我自己咧就係俾人 schedule 咗去邊一日。但呢個時候咧，其實你仲未知自己係去線上啦，定係線下 in person 嘅。咁宣誓儀式嗰封 invitation letter 咧就會喺你宣誓嘅前1星期咧先會 send 俾你嘅。所以我喺2月9號咧先收到封 email， 但係當時一打開咧，我就發現咧，原來佢係安排咗我去 Zoom 啦，線上嘅宣誓儀式。咁上條片我都有略略提過啦，就係我本身一開始咧係線上嘅，跟住我就主動 send email 俾 IRCC， 就希望改做線下 in person 嘅宣誓。咁有啲人咧都有問我啦，就係唔係每個人都可以改啦，或者有啲咩特別原因先可以要求更改嘅？其實答案係每個人收到 Zoom 嘅 ceremony 咧，都係可以有權要求去改嘅。咁喺嗰封邀請信入邊啦，除咗有你 ceremony 嘅一啲資料之外咧，咁下邊咧仲有一個叫做 contact us 嘅。咁佢下邊都講咗，如果喺呢啲唔同嘅情況之下咧，都可以聯絡佢哋。咁包括就係第一啦，如果你被安排咗去 Zoom， 但係其實你想去 in person， 或者相反，你一開始俾人安排咗去 in person， 但你覺得 Zoom 係比較方便你嘅。第二就係你出席唔到被安排宣誓嘅日期。第三就係你唔係加拿大嘅境內。咁仲有好多唔同嘅情況咧，你都係可以聯絡佢哋嘅。咁其實佢哋都好貼心咁樣咧，已經幫你諗埋嗰個 email 嘅 subject。咁你到時就記得 copy and paste 跟翻佢哋嘅 format send 出去就得。咁於是咧，我就喺呢個2月9號同一日嘅下晝咧，我就 send 咗封 email 俾 IRCC。好意外地，我 send 咗唔夠1個鐘咧，就已經得到咗回覆。咁佢當時嘅回覆咧就係話最快咧有 in person 咧就係2月24號之後，咁就只係得 Mississauga 啦同埋 Scarborough 嘅 IRCC office 咧就會進行呢個宣誓。跟住我就即刻覆翻去，我話2個地方我都得，只要最快嗰日就得。跟住佢都好快就 confirm 俾我，就幫我安排咗去2月25號喺 Scarborough IRCC 搞嘅 ceremony。其實由我第一封 email send 去 request 呢個更改啦，去到最後一封 email confirm 俾我咧，係只係啱啱好1個鐘嘅時間。但我哋咁樣來回咧已經 send 咗4封 email， 我覺得呢個效率係非常之高啦，同埋係令我意想不到嘅。另一方面就係本身喺封 invitation letter 上邊，佢都有講過同埋提醒，如果你 reschedule 嘅話咧，係需要重新再排個隊。所以本身我都好擔心會唔會又要再等多幾個月，因為都知道 in person 嘅位置有限啦，而且每日開嘅場次都唔多。但係冇諗過，點知原來最後線上宣誓嘅日期同我 reschedule 到線下 in person 宣誓咧，只係相差唔夠1個星期。但戴翻頭盔就係呢個只係我今次嘅經驗啦。如果大家之後都遇到類似嘅情況，都有考慮過去轉做 in person 嘅 ceremony 嘅話咧，就最好預鬆少少時間去安排自己之後嘅計劃。咁去到2月13號咧，我就再重新收到一份咧係 in person ceremony 嘅邀請信。咁去到2026年嘅2月25號咧，就係我宣誓嘅當日。
咁就最好早15分鐘左右到啦。咁每個人咧就可以帶一位 guest 入場嘅。咁至於成個宣誓嘅流程啦，同埋當日嘅情況咧，咁大家就可以睇翻上一條片啦。咁宣誓完咗當日咧，我就去咗附近嘅 Service Canada 咧度申請咗呢個 passport 啦。但其實宣誓嘅最後咧，個 officer 都有提醒我哋唔好即刻去申請呢個 passport，因為佢話你嘅公民資料咧係至少要24個鐘咧先會 upload 到佢哋個系統。但係我見都已經喺隔離咯，咁咪諗住試下咯，最多咪俾人彈翻轉頭。點知最後咧又申請成功。所以如果你係短期內有旅遊嘅計劃，或者好 urgent 需要用到本 passport 咧，你都可以提前咁樣填定申請護照嗰啲 form，因為你係宣誓嗰一日咧，佢已經會收咗你張 PR 卡，而你冇 passport 咧，你係入唔翻境嘅。咁其實嗰份申請表咧係上網一 search 咧就會揾到，你可以上網填晒啦，最後先 print 落嚟。或者好似我咁咧，我就係 print 份表落嚟，跟住全部都係用手寫嘅。咁特別要注意嘅就係，你申請護照咧，除咗要有你嘅個人資料啦，跟住你嗰張 citizenship 有張 certificate 嘅 number 之外咧，你同時仲要揾一個人做你嘅擔保人，同埋2個識咗2年或以上嘅朋友嘅資料嘅。咁你嘅擔保人咧係必須係識咗你2年或以上，同埋係18歲或以上嘅加拿大公民。咁呢個擔保人咧其實仲有其他嘅要求嘅。咁喺份 application form 嘅最後咧，佢有個 instruction 咧都會清楚咁樣列明。咁當日去到 Service Canada 啦，就係拎籌啦，等叫號碼，交晒成份 form 俾個 officer， 咁佢當場咧都有幫我即刻 check 啦，咁有啲咩問題咧都會叫你即刻改，咁最後咧就係俾錢啦。咁我嗰陣申請咧，如果申請5年嘅 passport 咧就係120蚊加幣，如果申請10年咧就係160蚊。咁至於點解我咁強調係嗰陣申請咧？因為由呢個2026年嘅3月31號之後咧，加拿大嘅護照申請費用咧就已經加咗價啦。咁而家5年成人嘅護照費用咧就係122個半加幣。咁如果申請10年咧就係163個半。咁呢個費用咧佢係默認咗咧用郵寄嘅方式咧去寄本 passport 去你屋企嘅。咁如果你係好 urgent 啦，或者喺近期內係一定要用到 passport 嘅話咧，咁就可以俾錢加快咧就去 pick up。咁俾完錢啦，最後咧就會有張收據嘅。咁上邊咧就有你個名啦、reference number 同埋預計寄出嘅日期。咁我嗰陣咧張收據咧就係寫住3月11號寄出，即係大約2個星期嘅時間。咁收據上面個 reference number 咧，你都可以上網去 search 啦，就睇下你成個申請係去到咩 status。咁你只要打返你個 reference number 啦、你個名啦同埋出世日期咧，咁你就可以睇到你本 passport 咧到底係已經收到你嘅申請啊、refill 緊啦、print 緊啦，定係已經寄出咗。咁呢個 timeline 我覺得都準嘅。因為嗰度寫住咧，我本 passport 係3月10號寄出啦，咁而我3月11號咧係真係收到件嘅，但因為當時派信嘅時候咧，我就唔喺屋企啦，而佢一定咧要你本人去簽收，所以我最後咧就要再等多一日啦，3月12號咧我先可以去郵局度拎。Thank you。3、2、1，噔噔，哦，係新嘅 passport 樣。咁喺呢個信封入邊咧就有呢2份嘅，一份就係呢張紙，跟住呢本咧就係 passport 啦，跟住佢後邊係咁樣，我幾靚喎張相，果然係唔使露耳仔係唔同啲。好，我終於講完我份稿啦。咁以上咧就係由我提交呢個加拿大公民嘅申請啦，去到我成功拎到呢個加拿大護照嘅全過程。咁成個 timeline 咧，我就會擺喺呢條片嘅最後。咁由呢個2025年8月11號提交呢個申請啦，去到2026年2月25號去宣誓咧，咁我一共咧就係用咗199日。咁再由26年2月25號申請呢個 passport，去到26年3月12號拎到呢本護照咧，咁一共咧就係用咗16日。咁我覺得半年呢個等待嘅時間，對比起好多人啊申請緊可能唔同嘅 visa 甚至係 PR， 其實呢個時間真係唔算耐。咁都希望睇到呢度嘅你，如果你都係申請緊 citizen 咧，大家都可以一切順利。
咁我哋今日呢條片咧就差唔多啦，咁都好感謝大家喺呢個 channel 一路咁樣陪伴住我哋，見證住我哋由第一條片啦，就係啱啱而家半年，去到而家咧正式拎到呢個加拿大公民嘅身份，申請到呢個護照。咁都希望大家未來可以繼續關注我哋喺加拿大或者唔同地方嘅 vlog 啦。拜拜。